流，捱寫孤單為了自由。擦過鬧市，告別銀色高樓，尋找空隙讓你遨遊。大世界有沒有逼你回頭？活着是你多麼的稀有，世上有足夠人求，你要作你的領袖，誰人能鬆開手扣？來吧，萬紫千紅，你開花了吧？尋找終點線，來吧，地方天遠，你找到了嗎？帶上電筒散步樣的草原，由衷不積沒你睡眠，加上墨鏡化無名的天團，遲早掌聲在你面前。有沒有逼你茫然，邁着步獨創出花式衝線？世上有足夠銅錢，你要有你的發現，誰人能鬆開手扣？來吧，萬紫千紅，你開花了吧？尋找終點線，來吧，地方天遠，你找到了嗎？人生的改變，來吧，讓存在昇華，你不需似他，誰要這地球童話？離群馬，抬頭吧。成為奇葩可以嗎？誰人能張開手臂？來吧，萬紫千紅，你挑選了嗎？尋找終點線，來吧，地方天遠，有各種分岔。人生的改變，來吧，獨一光環，你不需似他。誰要這地球童話？離群馬，抬頭吧。都唔係今次啊，有第二次特登搭飛機過嚟睇仔女畢業，咁其實係一件好都難嘅事，因為你係特登又要請假啦、返工啊咁樣嗰啲啦。咁其實你哋會用咩心態去嚟呢度呢？好開心啊！好開心，尤其是頭先一踏入嚟呢一度嗰時，見到佢哋着件袍嗰時，自己好感動。咁有冇説話同佢講？有冇説話同 Eric 講？秋林，秋林真係好開心見到你畢業。希望你嘅前途係你自己掌握啦，同埋揾到你自己喜愛嘅工作。咁我哋咧做父母嘅一定支持啲仔女嘅。咁有啲嘢我哋做得唔啱嘅咧，有時啲嘢係即係表達錯嘅咧，或者可能咧希望大家都會明白，係咯。有時係咯，即係大家都會其實係愛對方嘅啊。咁我哋都知，但有時個表達方式可能我哋錯咗，或者係唔識得表達咁，say sorry 啦。你帶埋麥當勞嚟嘅？嗰陣時擔到好細，好細個，一兩歲嘅。咁有咩唔同咗啊？有咩唔同咗啊？而家咁多，冇咁多高樓大廈，繁榮咗咯。如果俾你揀，你依家揀香港定澳洲？
都係揀澳洲，唔驚悶。阿Donald成日同我講咧，你咧又養蜜蜂嗰啲咧，係咯，即係做自己種下菜，享受悠遊自在嘅生活。住鏡頭對住Donald講，希望佢即係而家就已經即係大即係畢業咗啦，咁生性啲啦，咁即係學業有成啦，最主要都係聽話啲，係啦，唔好以前咁發現咁穩陣啦。佢細個嗰陣咧好曳嘅，係而家成長咗就唔見咗啦。即係希望佢都生性咯，未來想去揾份好啲嘅工咯，自己中意做嘅嘢咯，身體健康啦，開心啲啊！特登搭飛機嚟到澳洲睇自己個女畢業，你有咩感覺，或者你攞住乜嘢心情去嚟到咧？好開心咯，即係去學有所成啊嘛。你對住鏡頭可以同千敏講句，唔使緊張啊，係啊。好，咁阿女，咁你嚟到呢度已經係讀咗1年啦，咁今日已經係畢業啦。咁爸爸媽媽當然開心啦，你學有所成，計劃你做乜你都贊成，都冇意見。咁最緊要你開心快樂就得啦。咩啊？呢個心情緊唔緊張其實？一個好希望心情咯，好希望見到有呢一日咯。終於等到啦！係啦，個心情咯，可以咁講。如果依家鏡頭前面就係 Michelle 啦，你有冇説話幾句説話同佢講？我覺得大四方面我好細嘅希望，我自己做唔到咧。希望佢做到啦，咁。係啦。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啦，咁個女可以只聽年啲，咁而家我哋喺度同廣西啦，你係我同佢哋嘅驕傲咯。即係會我哋即係好令到我哋好驕傲。咁喺呢度都恭喜咁多位畢咗業嘅學生啦，你哋加油！